即马咱拢伫咧推广这食农教育，变做是囡仔的必修课程。毋过咱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，人捌海洋爱会当先对这海产开始。基隆区议会有一个食鱼教室，甲台湾有特色的海产列入去食材，互囡仔会当对食食来了解到海洋文化。这议会也伫咧食鱼教室内面煮食，替社区内面的毒鸡时代准备便当。我们在更远的地方是掠鱿鱼，甲小羹无共款。台下顶当咧解说渔船是安怎掠小羹啊？若台下卡囡仔兄、囡仔姊是无用咧切菜、炒小羹啊，做意大利仔面。这毋是学校，是基隆区议会的食鱼教室。食鱼教育为上基础的这开始学。炒鱿鱼，小姐第一次自己做。透过绘本让小朋友认识基隆在地的渔获。那逐年呢，我们也会带出来在外面，比如说到八斗子渔港去实地的踏查。我们也鼓励小朋友跟妈妈上菜市场，那从菜市场上面的渔获，然后再去问比如说问家长，或者是问那个小贩呐。台湾是海岛国家，要推广海洋教育，就为台湾近海开始。议会希望让学生囡仔为上简单的食鱼产开始，来了解讨海相关的知识。农业部也表示，食鱼教育上重要的，就是要传达海洋资源永续发展的观念。当然食鱼就是食鱼教育，来互伊知影，咱物件嘛袂使浪费。国际上伊嘛是你研究这，国际上嘛你推动这，包括咱你讲永续，永续经营这个理念一定要有。饭上的上面。除了食鱼教育，边仔议会工作人员嘛真无闲，当咧包便当。透过里长送去予社区的老大人，为5月开始，逐工包100多粒便当，即马已经做到250粒以上。希望时代嘛会当食到现老仔的好滋味。记者林旭凯，基隆报道。